天然安尼所思在落在度咧，除了安尼日常嘅生活當中，你係唔係有感覺到目珠看唔清楚，耳光聽唔到咧，疼痛咧明顯嘅腿部嘅情形，記載要因來因退化。記唔得乜嘅日嚟咧，要記唔得昨天嘅時間，更加嚴重嘅，我唔記得走步卡嘅路。要有人連續2禮拜以上，心情真唔好，感覺冇乜嘅希望，少咗生活嘅目標，心情冇好，從頭發現，形容冇啦。過去3日才瘦體3公斤以上，也係食唔落，冇胃口。用肉嘅方式係唔錯，但係造成食肉嘅以後，從頭有頭腦型、大血壓嘅問題等等嘅，有以上信任嘅情形，都得申請長照服務4大包。第一，照顧老專業服務；第二，交通接送服務；第三，協困服務；第四，輔具作為拐杖和輪椅達到無障礙嘅環境改善情形服務。目前鳳林鎮鄉有2間日間照顧中心，一間係甜心園，另外一間係伊利麥子。日照中心當日安排了輕度課程和發通，有球類運動、手作課程、沒有專業嘅講師來進行衛生教育宣傳，讓大家共下互動，為到係做得有效嘅達成大家健康、幫忙信任、預防問題，然加強老人嘅互動哦。要有長照服務嘅需求，請到衛生所直接。衛生所嘅電話係87611116。也係長照專線1966，長照3.0，鳳林照顧你。